呢個係汽車機眼單鏡頭型號 ADR1000嘅電腦播放界面，大家可以見到啦。呢度最大嘅屏幕就係當時嘅汽車嘅錄影片段啦。而右邊呢度就係一個普通嘅 Google 地圖。當你部電腦上到網咧，佢自己會連接Google 地圖嘅。咁喺 Google 地圖嗰度咧，亦都可以揀一個衛星嘅地圖嘅。等你可以連地形都睇埋。下邊呢度咧，可以睇到當時汽車行駛緊嘅速度啦，或者方向啦。而右下角呢度，大家見到 X、Y、Z 三個讀數，呢啲咧就係我哋所謂嘅 G-force 衝力讀數。當任何一個讀數咧超越你用戶所 set 嘅標準咧，呢個支撐就自然會幫你數住。譬如一次咧代表架車可能碰撞過咁樣。要 set 呢個 G 讀數咧，其實大家可以撳呢度。譬如咧而家 set 咗一支個讀數，大家其實可以譬如咧我 set 低少少咧，就會更加靈敏啦。另外咧呢度亦都可以開關錄音啦，又或者咧喺碰撞之前我哋錄低幾多分鐘啦，譬如呢度set 咗3分鐘啦。最後咧呢啲影片咧亦都可以上鎖，用一個密碼嚟上鎖嘅。到時咧要用密碼咧先可以解鎖，先可以 delete 某段片嘅。最後咧，我想講咧，另外一個功能咧就係呢個咧就其實咧，我哋可以將某段片咧剪輯成 AVI 嘅格式，然後咧直接可以擺上網同人哋分享㗎。